Heavenly Father, I appreciate you. I love you, adore you, I bow down before you. Heavenly Father, I appreciate you. Son of God, what a wonder you are. Son of God, what a wonder you are. You've cleansed my soul from sin, sent the Holy Ghost within. Son of God, what a wonder you are. Holy Ghost, what a comfort you are. Holy Ghost, what a comfort you are. You lead 这电影咱做伙三甲来学老主，叫主耶稣愿你来听。主耶稣愿你来听，我恳求的声，你我是有可你尊名，亲心的他家。求主听咱恳求的声，无论咱心中有啥物看路烦恼的事，求上帝施恩伫咱中间，听咱恳求的声。虽然今仔日下午可能风台会入来，求上帝嘛施恩保佑咱台湾这个土地。咱搁做伙来吟第一站甲第二站。愿你来听。 我
日咱台中着大雨，有兄弟姊妹的厝入水，求上帝怜悯遮个受苦的，虽然无真严重，也无啥物种的财产的损失，但是这大水来一时真急，拢走袂离。上帝帮助咱，一场迄个水船雨，有一位信徒，伊就写着圣诗27首圣诗27首，我主上帝。这是一场的大雷雨了，伊看到上帝伫这雷公的内面，落雨了，伊看到美丽的景色，来写出我主上帝。咱这个做伙用这首歌来陪伴咱的心。主上帝，我若想就若无名，你的成就所做一切工程，看起真实，多听彼类的扬声，有着充满你奇妙的工程。我心出声，我心出声。敬畏的心来敬畏上帝，咱当心来安静咱的心，来献上咱的祈祷。天父，阮的上帝，阮感谢着你，你真伟大。天顶地宇宙万物，你创造。伫这个大自然，伫这个气候，阮看见你的伟大。阮来降服伫你的权柄。愿今日来到主你的殿院。用安静的心，用较无的灵来亲近你。愿今日你祝福所有兄弟，无论伫实体也伫线上，你拢甲阮同在。用你的圣神来帮助阮，互阮得到快乐，互阮得到主你的恩惠，得到主你的疼爱。感谢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然后这平安，这是咱要用心灵甲精神敬拜主上帝。秋会经师，
主上帝，早起时你会听我的声。着往耶和华唱歌，祝谢伊的名，日日传播伊的救恩，伫列邦的中间讲起伊的荣光，伫万百姓的中间讲起伊奇妙的所在。因为耶和华最大，应该受极大的恶乐；伊伫正神明的顶面，应该受敬畏。三甲来吟圣诗115首，12架顶耶稣受钉死，起立来吟全首。更一夜。
员徛伫来用信仰告别使徒圣经告别咱的信仰。伫使徒圣经，我信上帝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子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息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，竟是第死埋葬落阴府。第三日对死人中高活，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，伊咧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圣搁公道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的赦免，肉体高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请坐。三甲来启用第22篇诗篇95。来啊，咱来唱歌而乐上主。咱就用感谢来到伊的面前，因为上主是伟大的上帝，伊统合地极深的所在。伊创造海洋，大海属伊。来啊，咱来集中敬拜伊。因为伊是咱的上帝。三甲来祈祷。我们感谢主，因为你至善，你的慈爱煞到永远。对日出到日落的所在，我们背用你一切奇妙的作为。我们因为你欢喜快乐。至高的上帝啊，我们要称赞你的名。你是阮的石盘，救阮的气力，阮的关台。你扶持阮软弱的骹步，互阮伫悬的所在骹步安稳。伫一切患难甲困难中，我靠圣神的气力的我；伫罪恶中，我靠主得赢。主啊，我们对今仔日敬拜的圣经节内底，看到安提阿的教会正做福音起造甲宣扬的中心。伫早前，门徒受迫害四散，却坚定信心，福音传到安提阿。互真正人信主，主啊，求你互阮成做你尽忠的工人，伫福音的时间，无论拄着什么挑战，无互环境限制，无惊阻挡。求你使阮有巴拿巴的眼光，看见上帝的恩典，鼓励兄弟坚定信心。专心一意，往目标直直走，就是袂记得后面的事，拍拼追求头前的事。阮着带人信主，真心开阔上帝国，毋是靠家己的气力。踮伫赏赐我气力的，我事事拢会。来为世界的局势祈祷。世界有乌克兰、
俄罗斯战争、以色列伊朗的战争，死伤真大，互人会担忧世界袂得到和平。主啊，你伫天顶设立宝座，你的国权管辖万项有。愿求你煞战争，互死伤、受伤的停止。伫国内有大罢免，真侪人关心，毋知是毋是会成功。求主的公义甲和平行伫台湾，互真侪人会当热心。伫即个大罢免会成功，愿谦卑伫你的面前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门。献诗献歌队要献诗是圣哉圣哉圣哉。来恭读上帝话，伫使徒行传11章19节到30节，13章第1节到第3节，11章19节。因为司提反的代志，受迫害四线的信徒，有的到腓尼基、塞浦路斯、甲安提阿，因无对别人，只有对犹太人传道。毋过其中有一寡塞浦路斯甲古利奈的信徒到安提阿，嘛向希腊人传
对因讲起主耶稣的福音。主的快乐甲因同在，信来归主的人也真济。这个消息传到耶路撒冷的教会，因就派巴拿巴去安提阿。伊一个教会看到上帝有赐因运费，就欢喜。劝勉因大家着专心一意信靠主。巴拿巴是好人，互圣神充满，阁有信心。迄时有真侪人信主。后来巴拿巴去大sở找扫罗，找着就带伊去安提阿，足足一年久。因两人甲教会人聚会，教是真侪人。门徒叫做基督徒，是对安提阿开始。迄时有几若个先知对耶路撒冷落去安提阿，其中一个名叫做阿加布，伊得到圣神的指示。徛起来有言，讲全世界得要有大饥荒。这个代志伫克罗地统治的年间果然发生。门徒就决定，逐个人照家己的能力奉献，通送去真济住伫犹太的信徒，因就照安尼做，将捐献托巴拿巴甲扫罗交互遐的长老。安提阿的教会有几若个先知甲教师，第13章，使徒行传13章吼。安提阿的教会有几若个先知甲教师，就是巴拿巴，互人叫做乌人的西面。古历来人罗求，甲分封的王希律做伙大汉的马念，以及扫罗，因咧敬拜主敬者的时，圣神甲因讲，要为着我指派巴拿巴甲扫罗去做我号召因做的工作。因敬者祈祷了后，甲因按手车派因出去。以上，下面讲到蓝牧师要甲咱分享求主提升咱。你看，即马大家平安。顶礼拜大家真欢喜，就是这学生非常快乐，因为因进入暑假有2个月时间。佮较早的日子，长老教会是咱的教会，伫暑假拢会办学季学校，所谓的夏季学校 （summer school）。你知影较早学季学校有偌久？足足2个月，逐日拢伫教会，囡仔拢来教会读学季学校，叫做夏季学校，2个月。当然，迄是足久以前的代志。即马遮个人大汉应该拢有差不多70岁左右啦吼，较少年应该嘛有60外岁。想看觅啊，较早是2个月时间，教会提供互遮个小朋友，教会囡仔好，也是社会囡仔好，来教会读即个学季学校，互因食无？遮个囡仔足期待，就是下午有一碗的红豆汤，也是绿豆汤，也是一支仔冰。较早冰是用迄冰袋，你知无？迄束口袋封起来。我记迄袋仔外口是米老鼠，也是唐老鸭，卡通人物。即马较少咧卖，叫做古早味。上帝帮助咱，较早学季学校是2个月，足足规个暑假，叫做学季学校。后来咧，我的时间变成1礼拜，拜一到拜5，然后拜六去佚佗。有诶教会若较有经费诶，就租一台游览车，
去带囡仔去行行踅踅吼，安尼一礼拜。但是即摆呢，即摆大家人拢上班吼，双薪家庭，连女性嘛爱工作，所以咱主日学的老师非常的辛苦。这时间上无法度配合，就安那变做缩短，变成2天吼，拜六到礼拜日，按集中火力。这时代转变，互咱看见贵学校或是夏令营的转变，嘛，我上帝帮助咱伫暑假来注重小朋友的形象，也是咱青少年朋友的形象。咱嘛有咱教会的青少年吼，即礼拜吼去参加即个青年宣教的大会，保守因伫暑假拢有真好的学习，互咱同心来祈祷。看行助力是阮互阮喜乐圣神，诚做教会的开力甲帮助。阮看见安提阿教会伫圣神的开力，助力甲因同在，来掀起教会诚做第一间车太宣教士的教会。阮感谢你，阮的教会对安提阿教会来做学习，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圣神要互咱来做工，对使徒行传真清楚一个主题，就是圣神。第1章第8节讲，当圣神临到你的时，会得到能力，伫耶路撒冷以及全犹太甲撒玛利亚，直到天边海角，为着要啥物货？为着要为耶稣基督，为着上帝来做见证。伊圣神的同在，圣神的临到是要互咱除了更新改变以外，就是咱会当为着上帝，为着上主来做见证。真欢喜看到伫暑假咱的教会公布，也是教会消息，拢会去看到对国外来台湾第选的即个第选队，有诶对美国转来是即个伫美国的第2代，即也是第3代，即个少年朋友，因对因爸爸妈妈也是阿公阿嬷的故乡，有一种的期待，因着参加当地教会来转来台湾的教会。参加迄个地选，我看到古南教会，家己的古南，以及下半天教会下半天，听过这个名字吗？下半天的教会伊就有这国外的选队去因的教会来服侍来侍奉，这拢是增加教会的宣教的开力。圣神的做工对使徒行传记载了真清楚。第1章第8节，整个使徒行传就是对第1章第8节，伊的中心经节，所有以后发生的代志，拢爱去转来到即节来做对比，来做对应。耶稣嘛吩咐门徒爱领受安那圣神的洗。1章40到50节就讲爱听候爸应允。约翰用水甲恁行洗礼，但是安那耶稣的门徒、耶稣的学生，因爱阁受着圣神的洗。虽然有门徒虽然门徒已经受着水已经洗礼，但是安那该进一步有圣神的洗礼。圣神的洗礼是啥物意思？就是圣神临到同在更新咱。圣神带的工作。超过咱人的想象，伫初代教会咱会当看见，因为初代的教会伫基督教要宣扬，也是要传播，非常的困难，因为即个刚开始的宗教，罗马政府并毋是非常的认同。咱看到扫罗是安那咧掠遮的基督徒。所以，咱看到初代教会并毋是伫真安定的环境，将福音甲伊传出去。圣神是耶稣恳求天父赏赐互咱真宝贵的礼物，所以毋是干那咱用水洗，会当搁进一步有圣神的洗。一开始福音伫耶路撒冷定，圣经甲咱讲，因只有伫耶路撒冷。最主要传福音的所在，嘛是耶稣受难割瓦的所在，嘛是遮个耶稣学生因领受圣神的所在，就是敢伫耶路撒冷伫
伫遐咧传福音。当门徒开始努力传福音，教会建立，上帝遮个信息继续传开。伫耶路撒冷的人数信徒加添，而且圣经讲祭司，有遮个信犹太教，就是遮犹太人、犹太会堂咧做祭司的人，因嘛听探即个信仰。伫《使徒行传》第6章第70讲安那，上帝信息继续传开，但是伫耶路撒冷遮个门徒的人数加添，佫有真侪祭司嘛听探即个信仰。即个意思是啥物？就是讲咱若咧传福音，有庙公，有遮个顾庙的人，有庙的主委，因来信耶稣。共款即个道理来推测咱今仔日所处的教会面对的环境。所以，阵个教会的人数人也有增加，但是即个范围只有伫耶路撒冷。但是有一件事件发生，教会开始往外面，福音开始传去到耶路撒冷以外的所在，就是司提反的顺道。司提反是7个互选起来要管理这7个7位执事的其中的一个。但是即件代志是非常互人惊吓、佮伤心的事，就是司提反向掠去。大家无爱听伊讲的道理，无爱听伊传的福音，这人受气，佮家己切去，而且甲伊拖去城外，用石头甲伊钉死。圣经有讲司提反互石头钉死的时，伊叫讲最后所求你接纳我的灵魂。圣经讲司提反互圣神充满，伊跪落去大声喊讲主啊，毋通将遮个罪归互因。意思就是讲，伊甲我钉死的罪，无甲遮个罪归伫因。这就是司提反顺道迄时所讲的话。求上帝来怜悯赦免遮个人，这是司提反圣神充满。但是即件代志，互信教的人、信基督教的人非常的惊吓，因为大家拢真惊吓，下一个司提反就是我，对不对？司提反有人用石头钉死，安尼后一个有可能就是我，所以大家惊，大家开始四散疏开，亲像。日本统治台湾的月旗，就是基础世界大战的尾旗。美军开始空袭，美军已经有能力用伊的飞行机来空袭台湾的城市，这工业的设施，这都市，这空袭的人住伫市内的人，迄阵的人叫有一句话叫做疏开，疏开，就是四散去庄卡撇人。迄当时的教会。拄着迫害，因嘛是疏开四散，所以一开始福音是非常的顺利，非常的稳定，人也持续增加，有祭司来信主。但是上帝有伊的计划甲安排。司提反顺道的是扫罗，即个人物开始出现伫圣经的记载。扫罗是欢喜的，伊看到司提反。过着花衫，伊心咧笑，伊有业绩啊，因为伊专门咧掠基督徒。基督徒嘛，因为惊遮个人，甲遮个人甲伊掠去，因开始四散。所以咱来想一件代志，福音一开始虽然是非常的即个平顺，开始安尼发展，但是福音将来毋是伫安逸中成长。不是在安逸中，它就会自然成长。反正是对迫害开始，所以宣告甲福音拢是爱付出牺牲，付出代价。所以《使徒行传》到第8章，甲咱记载，甲咱讲记载了耶路撒冷迫害的过程。8章第1节讲，伫迄日耶路撒冷，共迄日耶路撒冷教会大受迫害，就是司提反去用石头钉死的迄日，除了使徒以外，门徒拢分散伫犹太甲撒玛利亚。而且有2种人物，第一个是使徒，使徒就是耶稣的学生，这门徒就是信主的人，因称作门徒。
门徒跟对耶稣的门徒。所以除了使徒留伫教会，留伫耶路撒冷的教会，其他遮的基督徒拢开始四散，即信主的人拢开始疏开去。有一日，咱倒向教会若受迫害，啊那长老即事爱留来，遐个起码你着当疏开，你着走去太平，走去大理，走去无风撇来，即共款的即个意思。所以咱看到教会受到迫害，受到遮个人来掠去，有人会来掠基督徒，来掠信主的人。到今仔日的主题经文来看，到伫11章，因为司提反的代志受迫害的四散的信徒，因到伫腓尼基、腓尼基，到伫塞浦路斯、塞浦路斯，较早会翻译叫做居比路啦，乌比路。共一个地点，然后咱圣经有甲伊条件叫做塞浦路斯，塞浦路斯就是咱即马咧讲的迄个所在的地名。所以原本耶路撒冷的信徒，因为司提反的事件开始四散，开始逃难，但是有圣神的同在，促成福音接着遮撇来的人，将福音传到安提阿。传到安提阿，所以福音传到腓尼基，传到塞浦路斯，传到安提阿。安提阿拄好伫咧叙利亚的境内，是叙利亚省的第一个城市，差不多迄个时代有50几万的人口。咱莫看50几万，其实当时应该是算袂小的一个都市。内面有真水的建筑物，而且伫罗马帝国的公务人员，遮个贵族。因若退休了，因拢第一选择要去安提阿，要去遐住。迄当时是第3大的都市，就是摆伫罗马甲亚历山大的后壁。安尼就差不多是伫中东犹太迄个范围算上界大的一个城市。所以人遮个逃难的信徒，因来到即个大都市，敢有可能一开始就进入都市，咱讲所谓的蛋黄区，敢有可能？因无可能一开始就入去即个市中心，有可能伊就伫咧市郊开始建立因的据点。那亲像足侪人伫工业社会、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迄个时阵，真侪对庄脚来到市内拍拼人，拢开始是先住伫市郊的所在。所以台北市的发展是因为这台北县，较早叫台北县嘛，即摆叫新北市，这四周围的城市拢是中南部去咧拍拼的人，毋是住伫永和，就是住伫中和，就无就住伫新庄，住伫三重埔，即遮的所在拢差不多一半以上拢是中南部去的人。所以咱看到当时的安提阿教会建立有圣神的计划，但是遮的人。逃难的人，毋是一开始就进入市中心，是伫市郊的所在开始建立因聚会据点，甚至因开始在讲希腊话的人传福音，就是讲原本因是犹太人传福音，讲犹太话阿兰语的人传福音，但是因慢慢渐渐，他们向希腊人讲希腊话的人传福音。安尼，咱看到安提阿这个城市，因为交通方便，人口经济快速发展，这是一个人口聚集的所在，所以遮个人毋是一开始就变成这地区有影响力，也是有名分、有社会地位的人。这考古学家讲，这安提阿哪像今仔日的纽约，因为足侪人种伫遐来去。因为伊是一个交通便利的所在，毋是干那有讲希腊话的人，还佫有讲犹太话的人。所以遮个人有真侪犹太人伫遐。所以咱看到即个城市，其实伊是足多元，足侪族群伫遐。咱看到对照即个城市，咱来看，伊是一个真重要伫当时是真重要一个城市。所以原本遮四散。信徒来到这个繁华的都市，原本是敢犹太人传福音，但是有一寡人因安怎开始
讲希腊语的人传福音，所以嘛希腊人传，所以对因讲起耶稣主耶稣基督福音，所以咱看到这是有圣神的计划，这是有圣神的计划来起着安提阿教会。所以咱对安尼来看，咱所今仔日所读的经节，这原本漂流、逃难、迁移的人，因为安尼来感觉自卑，甚至因搁较有自信来传因所信。因为城内人可能程度较好、较有钱，因着无因为安尼毋敢因传福音，甚至因搁壮胆，来遮人传福音。所以当因开始希腊人传福音的时，等到即个福音变做一个信仰的共同体。若是犹太人信主，可能有希腊人来信主。这个信徒嘛，无因为逐项物质的欠缺来失志，因为咱今日圣经有读着讲，有大饥荒会出现，有大饥荒会出现，这个人，佮因为有饥荒，因愿意奉献来帮助耶路撒冷这个犹太的信徒，将这个奉献来交互巴拿巴，交互扫罗，因带去耶路撒冷。所以，当人来到安提阿的因，有可能是伫城市的外围，有可能伫这边缘的所在咱讲社会边缘人开始因的福音，成做即个福音的基地，嘛成做开展福音的一个总基站。所以安提阿是一个伫外邦第一间所设立的教会。咱看即间教会有上帝福因的恩惠，那是21节，主的同在，人数增加。第二就是21章26节，基督徒对待开始，安提阿教会。较早人拢无叫基督徒，开始叫基督徒，是对这个安提阿开始。然后第3点，因是记载圣经记载第一间差派宣教师的教会，对13章的第3节。所以对这3点，咱看见着安提阿教会领受上帝予伊的恩惠。这3个恩惠，咱的教会现今咱有需要无？咱需要主的同在，咱嘛需要互人看到多元教会咱的信徒的素养，甲咱的素质，敢毋是？以及咱会当伫福音继续努力，亲像暑假做者短宣的活动，咱会当去继续期待有这教会公布一定会报到8月底，甚至咱的总会有办一个I Love Taiwan，简称 ILT 的宣教营，对国外的遮个青年来咱台湾，即礼拜开始车派去教会侍奉。所以初代教会对使徒行传的记载，对平顺到迫害，从安逸到有人牺牲，对于这来看，教会无因为这来停顿，也是衰退，顶到成长，叫做逆势成长。教会会当互上帝来成就，绝对毋是咱安逸。绝对是有一寡的事件来借着这个事件来提升。愿上帝帮助咱，安提阿教会恩惠的中间，咱嘛来思考咱的教会。愿上帝嘛提升咱各县教会，咱爱求上帝的同在。伫福音的内面，咱只有高举耶稣、高举基督，叫做高举基督。这福音的内面，就是将阳光归到咱的主，来高举耶稣基督。咱看到基督徒开始将福音传出去，有主的扶持，有主的灵甲因同在。所以很多人拢是强调圣神的同在，圣神的做工，圣神的充满。这讲经节非常的奥妙，就是有照事件安尼排。就是讲，应该讲新约
的历史册啦。伊对还未领受圣神，到领受圣神，到领受圣神后发生的代志，到底扫罗安怎迫害教会，到底扫罗安怎来信主，到底扫罗迄种改名叫做保罗。扫罗跟保罗是同一个人吼，新约的扫罗跟保罗是同一个人。你人讲该想讲伊是无共款的人，扫罗就是保罗，保罗有受过结合书的训练，吼，所以巴拿巴找到伊，吼，就甲伊带去安提阿教会。因伫遐聚会有一段时间的久，即一段时间嘛，互因累积家己福音的基础。所以巴拿巴到伫安提阿看到安提阿的运会，伊安怎非常非常的欢喜。所以伫福音的内面，咱只有高举耶稣基督，只有高举耶稣基督。第二，因为顺服，因得到基督徒的尊称咱知影讲一间教会，安尼当时耶路撒冷是派巴拿巴去安提阿教会，去遐激励遮的信徒，去遐即个勉励遮的信徒。当巴拿巴第一次到伫安提阿教会，圣经记载，伊首先感谢上帝，看到安提阿有遮的运会1章23节。所以巴拿巴第一次到安提阿教会的时阵，伊毋是来看讲安提阿教会恁的福气偌济，毋是，恁的经济能力到底有偌济？恁信徒的知识财物到底是偌悬、偌深？毋是。是因为圣神甲即间教会同在，所以伊互圣神充满大信心。所以巴拿巴后来成做安提阿教会真重要一个领袖，一个领袖。伊毋是看重遮个现在的即个情景。倒咱的人，我想因袂有偌济的所费啦。倒咱的人就包括款款的走去遐，头路重新找。工作重新来做，有可能因的产业拢伫耶路撒冷就放弃啊，会当早走，可能早一寡金条是迄个钱，就走去安提阿，是去遐撇人伫遐组织起来，开始建立安提阿教会。安尼背景恁了解了后，就知影讲巴拿巴互耶路撒冷教会派去关心即间教会。巴拿巴伊感觉有需要一个较深的思想的人。来帮助安提阿教会，特别是伫希腊化普遍希腊化较侪的安提阿地区，所以伊就找着扫罗做伙来去安提阿教会，因伫遐聚会一段时间。所以安提阿信徒伊嘛安那，伊嘛接受巴拿巴，嘛接受扫罗，伊嘛相信这是上帝派来的使者，所以因伫遐做伙三个聚会，伊嘛认同因是属灵顶面的领袖。所以因嘛是发挥真成熟的顺服，遵守了圣神的教导。所以伫罗马皇帝基洛丢统治的期间，全罗马发生几60届的饥荒啦，就是咱今仔日所读的经节，即个阿加布即位对耶路撒冷去的先知所预言的，差不多是主后46年到48年的期间。也有饥荒，所以教会对圣神的感动嘛，是对圣神的敏感度，因安怎愿意因是难民即个基督徒因是逃难的人逃难的人，佫愿意摕钱来帮助因的故乡，帮助耶路撒冷的遮个信徒，因为因较欠缺，因较需要。所以足足1年久，遮个聚会人数后来增加。本道叫做基督徒，是对安提阿教会开始，是教会。如果咱的教会若是诚做基督精兵，基督精兵是对多元教会开始，哇！安尼咱多元教会就不得了。愿上帝帮助咱别人看我们，跟我们看我们自己那个角度是不一样的。所以别人来看这间教会，讲哇，这是基督徒。教会怎基督徒怎对
的名称开始传开去，即嘛因为安提教会遮个人顺服领导的人，经过一年，遮个培养甲领受，一年的造就甲服侍，来承受基督徒即个名称。虽然你感觉家己敢是基督徒？是啊，我是信主啊，我叫做基督徒啊。但是咱的基督徒的开始就是对安提阿，安提阿。所以因愿意帮助耶路撒冷的基方，这嘛是一件真有恩惠的事。八八风灾啊，我毋知影台中安怎，但是迄个时阵我伫屏东，我伫屏东上南部，我2天拢无出门。迄天拄好礼拜六甲礼拜日，教会嘛无聚会，因为嘛无人敢出门。迄雨是落袂停的。念查我拢伫礼拜堂，因为安怎？迄水愈哪会哪悬，哪会哪悬，着水着入来礼拜堂啊！真正，我着徛伫咧门口看，主啊，求上帝帮助，莫阁淹水啊！雨着落较少啊，水着慢慢摕，慢慢摕，摕到要去啊，佫落起来，着佫中起来，了着佫摕去，了佫，反正2天雨无停的，竟然教会无入水啊！感觉佫上帝奇妙。但是安那拿边做大水，拿边甲迄个加冬做大水，因做大水是有原因，因为顶面敢若有水库放水，溃堤啊，拿边迄个堤防溃堤，迄个堤防放去破，怎有一个破坑，水怎拢冲出去，怎伫咧拿边遐淹水，上界外海淹甲2楼悬。所以我迄阵我拢带阮的小朋友迄阵国小国中几个人，阮着用好运车甲因载去请一礼拜，迄阵基地就是伫德雅卡教会、甲南州教会，所有的物资拢伫南州啦，南州教会。对南州派，要看你要派去倒一个所在。上起头是伫德雅卡的教会，德雅卡因着开始前进前进到林边。林边差不多淹水淹10几天，水拢无退，消无哩，因为遐是地层下陷、地层下陷的所在，水足歹消退。八八风灾了后，毋是天就拢无落雨，有时嘛会落一个下晡，佫落一个雷阵雨，像昨暗呢，水就佫消袂离啊，就佫中去。迄个时阵嘛有台北、台中的教会，咱台中教会也无正去遐救灾，佫有对台北来的教会各路人马都有啦，各路的人马拢有，去遐就是帮忙清逐家逐户的遮个土沙粉，遮个土沙，遮个土霉应该是讲土霉那个泥巴烂泥巴。有一间台北的教会，因咧建堂。因负责算用的，因的牧师来遮看着那边教会遐受灾雨，清了规间厝空，因为物件拢等了啊，本身车拢清袂离，你知无？清一礼拜，清10几天，所有的什物家电啊什物物件因着水的无啊，拢偏出来。伊发现一件代志，因要洗衫无洗衫机，因教会咧建堂。负责算益的，这牧师伊捐100万，因的教会捐100万，买100台的洗衫机，互那边教会的牧师。伊讲牧师，你只要去到外面，你的会友若有需要，你互伊1户1台。这无信主的人伊若有需要嘛会使，我就是100台的洗衫机互你。因为遮个人要恢复因的生活，第一要紧的想因的衫，逐日会当有穿去的衫通穿。因为差不多一礼拜了，开始有诶受灾后，就慢慢开始会当正常生活。了后即个牧师因的教会建堂负责因教会出100万，就是100台洗衫机的意思啦。伊可能去谈较俗的价钱。是安怎100台？叫厂商直接送去那边教会，互那边教会牧师自由运用。你看，
安尼是毋是因欠缺，佫会当帮助人？当初是安提阿教会就是安尼，因不足，因无富裕，因生活无一定过了真好势，总是因听到撒冷教会有需要，因佫愿意帮助因啊。这是我听到即间教会因咧建堂，佫愿意奉献100台的洗衫机来帮助受灾的住户。所以第三，咱看到遐安提阿教会佫差派保罗甲巴拿巴去传福音，这就是开启宣教的大门对13章咱所看到，即间教会有可能是伫郊外，有可能是临时搭建的临时安尼去起的一间厝，也是伫啥物人因兜嘛无一定。但是因既然培养出会当去拥抱全世界的人物，就是即两位，所以造就福音会当传到地的尽头，就是伫遍犹太、撒玛利亚到地的尽头。咱看有史以来第一届第一届的短宣宣教，就是对差遣巴拿巴甲即个扫罗。所以安提阿因无少牺牲意思就是安那，将主任牧师甲教育牧师甲伊差派出去。咱当然教会会敢若差派我出去，1年的时间咱无牧师，恁敢挡会掉？所以这是即间教会3个恩惠，互主提升圣神的保守有主的同在，因为顺服互信主的人得到基督徒即个尊称。因为因差派宣教师，互即个宣教开始拍通，愿上帝帮助咱拢正兄弟姊妹，咱拢共款领受上帝呼召，咱拢诚做教会信徒，伫即个恩惠中间，互咱会当继续提升，更上一层楼，即互咱会当透过上帝安怎伫安提阿教会做位，嘛帮助互咱。我想教会毋是信徒最少，毋是教会建筑物安那水，也是会友的奉献有偌济。这中间若拢无上帝恩惠教会嘛会经历真侪的挑战甲艰难的事。要有上帝恩惠帮助咱，互咱诚做公共的教会来提升咱的教会，咱当心来祈祷。听堂的主，阮真欢喜看到暑假侪侪的活动伫阮的教会。虽然阮所做的抑阁会当阁较努力，总是阮知上帝你呼召阮，阮的兄弟姊妹受感动，嘛有主你呼召一声帮助阮参与逐款的事奉，伫暑假的中间，无论是青少年，还是主日学，还是圣歌队。上帝，你帮助阮的兄弟来支持教会这个事工，愿圣神帮助阮，来感动阮，互阮这基督徒这个名称是主你所赏赐，互阮受洗成做主你的门徒，也是基督徒，佫较需要是圣神伫阮的内心，伫阮的教会做工，愿归荣光互上帝，由主施恩。祝福阮的教会，来提升阮的教会。阮的兄弟姊妹，嘛提升阮家己。阮伫读圣经、祈祷，来提升阮家己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做伙来吟圣诗。为主来做伊干净，伫新圣诗553首，请起立吟全首。为主来做。
请坐。奉献。林佩洲执事、罗秀珠执事书献。请坐。我来报告，请咱掀开第三页，先来看本州金句。我读一遍，咱兄弟来读两遍。门徒叫做基督徒，是对安提阿开始，《使徒行传》11章26节来。门徒叫做基督徒，是对安提阿开始，《使徒行传》11章26节。门徒叫做基督徒，是对安提阿开始，《使徒行传》11章26节。咱第三面有看下面遐有7月的当日，是林主座长老甲为主会接事。来看第四面，小的公告，接纳黄品珍加做本会陪参会员，欢迎加入独行大家庭。本会消息：第一，本会第2任牧师陈瑞定牧师，伫美国6月28蒙主温调，安息主怀，享年91岁。愿主安慰遗族的心。第二，本主日开始进行教会各团契顶半年度校课的检查，
请财务部各团契会长将校铺、收支铺、团票、存款铺检查签名了，交去予办公室，要予查校员黄立新甲杨雅婷检查。第三，咱教会伫停车的停车场，为7月开始，搁再爱重新租1年，请兄弟为着停车场1年8万的租金奉献。第四，7月初9基督会为信息小组节制小组代祷。第五，7月12，就是即个拜六暗时7点半，台中圣乐团伫文光浸信会举办2025年的音乐会。本会有黄立新、陈宣慧、郑百里参加演出，欢迎兄弟前往参加。第六，7月20伫中昼12点半伫3楼召开7月份的定期中集会，请中集出席。第七，为着本会设到68周年8月初3的上午11点40举办背金句比赛，欢迎主日学学生、青少年兄弟组队参加。要参加的去办公室登记，到7月31截止。第八，第三季的圣工分担表已经印好啊。参加线顶礼拜兄弟去到办公室领取，嘛会当关怀小组长领即个电子档。第九，新安宫的即个教材去到办公室领取。第十，全教会的4年读经的计划，本周读经是《使徒行传》29章到28章，《撒母耳上卷》第1章到第2章。咱看第5面，团契佮小组的消息。第一，妇女团契本主日上午11点，伫1楼的妇堂聚会，主题练诗。第二，社青团契本主日上午11点20，伫5楼聚会，主题是生活分享。佮第7点，主日学。伫早时，主日学伫早起已经采收用菜，放伫1楼的公报栏前，要义卖，每一百30块，所得到全数要奉献予主日学。第2点，主日学早起11点到12点伫妇堂举办亲子悄悄乐，指导老师是林立坚老师。有午餐，欢迎小朋友还是亲子作为参加。来看第6面，关怀消息，请咱家己看。咱的即个具体的关怀甲会友动态，老师要为遮的祈祷。看第7面。后礼拜要举行7月份受车的庆生，这名单请咱家己看老教的请即个为主会接受行政。伫11面有顶礼拜的奉献的报告，老册5个
请向财务部反映。以上报告。昨结婚的迄个完婚的建志吼，甲 Emily， 咱拍拍甲鼓励吼。昨伫台中宴客啦吼，好，咱下面咱三角来，新来的兄弟姊妹无？无咱三角来祈祷。咱为着咱暑假吼，咱暑假青年伫7月底要去高管生活呀。为着青年的活动，求上帝施恩；为着8月底咱的主日学的夏令营，求上帝帮助；为着暑假所有的遮青年厝外当拢平安；为着咱每一个家庭伫囡仔放暑假嘛，互因有营收的生活，嘛继续为着金明兄来为伊祈祷；为着咱在座兄姊妹，咱若欠缺艰苦的，咱拢三角来祈祷。太人主，阮感谢你，主，你是阮的上帝，你是伟大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。阮幸福伫主你的权柄，阮感谢为了你永远受敬受定，来成做主你的学生，成做基督徒。主，阮要感谢，因为即个名称、即个名分是带有使命，是带有疼痛。阮感谢，你摆咧伫阮的敬拜，而落伫你的面前，求上帝你欢喜来感纳阮是做的肉体，总是你，因为你的保护来洁净阮，互阮成做你的囝儿。阮为着兄弟姊妹的艰苦，上帝你听因，甲因同在。为着阮的肢体伫疼痛的中间，祝你的圣神甲因三角同在。为着无方便来参加实体礼拜，或者长辈，上帝你甲因同在。伫礼拜中间，祝你有缘看顾因，祝福因。为着阮所有，阮的教会所有的兄弟姊妹，求上帝你帮助阮，阮的灵命得到提升，阮的教会得到提升，求上帝帮助。为着阮教会的进展，上帝你竞选，阮竞选长职，诚做教会的管理，以及诚做教会侍奉者，求上帝你施恩遮的长职帮助因，互因家庭的生活、甲工作的生活，以及服侍的生活，拢有助力甲因同在，有圣神的同在，有圣神的扶持帮助。为着阮每一个团契，为着阮周间健康教室，即个据点的活动协会所举办，求上帝帮助阮，互咱的协会哪会进展，求上帝帮助阮，互阮看去，求主你替阮备办，阮所需要，求上帝帮助阮，互阮有智慧来管理教会。以及阮今年要进入68年，伫68年的中间，阮回顾上帝你互阮的恩惠甲疼痛。阮伫暑假也要举行68年的庆典，无论阮背金句的活动，也是阮的礼拜，求上帝你拢收引传。阮献上阮的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主名来求，阿门。是咱来行平安礼，咱互相来请安。
听来心心听你来。我用主的听心心来听你，我用主的听心心来听你。我看见你来有主的应许，我用主的听心心来听你。请坐。三甲来吟396首，搭要煞会求主赐福，请起立来吟全首。咱即条来领受上帝赐福，愿耶和华赐福恁，保护恁；愿耶和华的面常常光照恁，赏赐恁平安；愿耶和华的面看顾恁，常常互恁伫圣神的内面，甲恁同在。愿最后所得恩典，被上帝听从，圣神甲咱正大家相通，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阿门。请坐，默祷。